謝一位嘅善長仁翁，今日呢，佢就捐咗16包米，呢度就係16包米。18包細大包嘅有1包、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，5包大包，18包細包。然之後麵粉呢就24，就加14，就等於38，38再加20，就等於58，有58包麵粉。